你敢信嗎？一個曾經攻遍香港嘅 TVB 當家小生，而家月薪淨係得3.2萬港幣，仲唔夠香港一個普通清潔工賺得多。更離譜嘅係，佢老婆啱啱俾人影到腹部微微隆起，疑似懷咗第3胎，而佢自己喺2026年公開承認喺 TVB 零存貨，一部新劇嘅安排都冇。呢個人就係袁偉豪。前幾日，2026年8月19日七夕節，袁偉豪同張寶兒曬出一組全家福相，相入面一家4口溫馨甜蜜，但眼尖嘅網友即刻發現張寶兒抱住細仔嘅時候，腹部微微隆起，同懷孕嘅身形極度相似。評論區即刻炸開，係咪懷3胎啦？終於要追到個女啦！但係呢份幸福背後，一場更大嘅風暴正喺度醞釀。袁偉豪呢個曾經憑鐵探提名視帝、憑城寨英雄拎到最受歡迎電視男角色嘅一線小生，正喺度經歷人生最難捱嘅時刻。佢俾 TVB 雪藏咗，唔係傳聞，係佢自己親口講嘅。袁偉豪喺一節目入面講咗一段令成個香港娛樂圈都震三震嘅說話。以前我好多工作，因為正係上升期，但去到某個階段之後，公司想將我擺去另一個位置，我只能服從安排。佢仲補充咗一句，當公司高層換咗之後，勢力格局都變埋，冇咗當年俾我工作嘅高層，我只能重新去建立人脈。呢番說話等於當眾撕開咗 TVB 最唔想俾人見到嘅遮醜布。第一章，由香港先生冠軍到零存貨小生，袁偉豪嘅故事要由2007年講起。嗰一年，26歲嘅佢參加 TVB 舉辦嘅香港先生選舉，一路過關斬將，最終拎到冠軍。嗰陣嘅佢身材健碩，五官端正，笑起身陽光燦爛，完全就係標準嘅 TVB 小生模板。但冠軍歸冠軍，入咗 TVB 唔代表即刻就可以攻。袁偉豪喺 TVB 挨咗好多年，跑龍套、演配角、做綠葉，一步一步往上爬，直到2016年，佢終於等到屬於自己嘅機會。城寨英雄呢套劇入面，佢飾演嘅段迎風，亦正亦邪，拳拳到肉嘅動作戲令觀眾眼前一亮。憑住呢個角色，佢拎到 TVB 萬千星輝頒獎典禮最受歡迎電視男角色獎，正式躋身一線小生行列。2019年更加係佢事業嘅巔峰期。鐵探播出，收視爆燈。袁偉豪喺劇入面飾演嘅韋俊軒，眼神符同動作戲都做到一絕，業內一致評佢係視帝遺珠。嗰一年，佢仲獲得第26屆花頂獎中國當代題材電視劇最佳男演員提名。邊個諗到，只係1年之後，一切都變晒。2020年 TVB 高層大換血，一直力撐袁偉豪嘅核心管理層杜之克、何哲圖、余詠珊等人集體離職。呢3位大佬，一個管合拍劇，一個管音樂綜藝，一個管藝人資源，係袁偉豪喺 TVB 嘅靠山。靠山一走，袁偉豪就好似斷咗線嘅風箏。據知情人士透露，杜之克在任嘅時候，袁偉豪每年起碼可以拍3套主角夫。高層離職之後，佢嘅劇集腰約斷崖式下跌。2024年全年只參與咗2套劇嘅拍攝，仲全部都係配角。去到2025年，佢淨係喺刑偵12入面客串咗幾場夫。2026年情況更加差。袁偉豪自己承認，而家喺 TVB 零存貨，短期之內都冇新劇嘅安排。一個曾經嘅視帝級演員，淪落到冇夫拍嘅地步，呢中間到底發生咗啲乜事？第二章，月薪3.2萬，唔夠清潔工賺。如果話冇夫拍只係面子上嘅難堪，咁人工暴跌就係實打實嘅現實問題。據 TVB 2024年嘅財報顯示，一線藝人嘅基礎人工大約5萬到8萬港幣，2、3線藝人淨係得2萬到4萬。而袁偉豪喺2025年自己爆料，佢嘅月薪淨係得3.2萬港幣。3.2萬係乜概念？根據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2025年嘅數據，
全港清潔工平均月薪大約3.5萬港幣，即係話一個 TVB 曾經嘅當家小生收入仲唔夠一個清潔工，同佢巔峰時期相比，更加係天差地別。2016年城寨英雄嗰陣，佢嘅月薪高達15萬港幣，由15萬跌到3.2萬，足足跌咗78%。袁偉豪喺綜藝節目入面自嘲：我拍一套夫嘅片酬，而家只夠買半平米香港嘅樓。呢句說話聽起身似笑話，但講出呢句說話嘅人眼入面半點笑意都冇。更令佢心寒嘅係 TVB 內部對佢嘅態度都悄悄變咗。據一位 TVB 造型師透露，公司已經減少為袁偉豪定製夫服，理由係投資回報率太低。曾經嘅一線小生，連件像樣嘅夫服都唔配擁有。最諷刺嘅係袁偉豪喺《法證先鋒錄》入面嘅遭遇。作為呢個系列 IP 嘅常駐男主，佢喺2024年播出嘅第6季入面，夫份被壓縮到淨係得14場，總時長唔夠90分鐘，甚至仲唔夠一啲網工配角多。佢飾演嘅井浩然徹底淪為人形背景板。查案全靠黃宗澤飾演嘅法證專家推動劇情，一個曾經嘅主角俾人硬生生擠成路人甲。第3章公開撕破臉，怒鬧 TVB 同傳媒。琴日嘅訪談就係袁偉豪徹底爆發嘅時刻，佢唔止承認自己俾人雪藏，仲直接將矛頭對準 TVB 嘅媒體生態。佢爆料話，某次 TVB 內部做劇集專訪嘅時候，記者全程追問佢老婆張寶儀嘅奢侈品消費，當佢要求翻去講劇集本身嘅時候，對方竟然反問：觀眾就中意睇呢啲，你配唔配合？嗰陣我真係好嬲，非常嬲。袁偉豪話：到底係你唔專業，定係我唔專業呢？更加絕嘅係，佢仲公開點名曾志偉。有記者追問佢點解冇夫拍，佢直接甩出一句：唔好問我。去問曾志偉。喺 TVB 呢種等級森嚴嘅體制入面，公開抱怨公司、點名高層，幾乎等於自尋死路。香港娛樂圈嘅生存法則，第一條，唔好得罪公司；第二條，唔好得罪傳媒。袁偉豪偏偏兩條都踩中，而且一腳比一腳踩得重。有業內人士分析，袁偉豪今次真性情嘅發言，好大機會係一把雙刃劍。第4章娶咗3億港姐，俾人貼軟飯男標籤。袁偉豪嘅事業困境，仲同佢嘅一段婚姻緊緊纏埋一齊。2016年，袁偉豪同張寶儀一齊拍攝 TVB 旅遊節目《打工捱世界2》。節目入面，兩人擦出火花。張寶儀比袁偉豪細10歲，係2016年香港小姐競選嘅友誼小姐得主。更重要嘅係，佢阿爸張黃黃係香港有名嘅內衣大王，喺內地經營內衣生意，身家巨賺大約3億港元，喺香港擁有至少7間物業。呢段戀情一曝光，港媒即刻俾袁偉豪貼上吊鐘億萬千金、3億駙馬、億萬駙馬呢啲標籤。2020年11月24日，兩人喺清水灣簽字結婚。婚後，佢哋聯名斥資6568.3萬元買入清水灣傲龍一個花園複式單位，另外仲花咗400萬買入2個車位，總價接近7000萬港幣。呢間豪宅雖然岳父資助咗首付，但貸款都係兩夫妻自己還。但外界唔理呢啲，喺佢哋眼入面，袁偉豪就係入最豪門食軟飯。呢個標籤就好似一塊狗皮膏藥，點撕都撕唔甩。袁偉豪曾經喺社交媒體度憤怒回應：我唔欠你哋傳媒。但呢句說話好快就俾《愛回家》嘅編劇直接寫入劇本，劇中角色公然嘲諷佢食軟飯。袁偉豪氣到話：編劇將我社交媒體嘅說話直接寫入劇本，呢啲就係職場欺凌。當一間公司嘅編劇可以公然拿自家藝人開玩笑，所謂嘅 TVB 大家庭文化就顯得格外諷刺。第5章，由型男到斷崖式衰老。除咗事業同婚姻嘅雙重壓力，袁偉豪仲遇上咗形象危機。為咗塑造鐵探入面角色嘅病弱形象，
佢曾經暴瘦20斤，搞到面部凹陷、皮膚鬆弛。之後，傳媒同網友就開始瘋狂攻擊佢嘅顏值，由型男變大叔、TVB 視帝變路人、斷崖式衰老。呢啲標籤直接影響咗佢嘅商業價值。據形象管理專家分析，廣告商比較偏好形象正面嘅藝人，袁偉豪嗰陣嘅狀態好難接到高端代言，而 TVB 內部亦減少咗對佢嘅形象包裝投入。更令佢難受嘅係，佢喺反黑英雄宣傳期間嘅遭遇。套劇播出嘅時候，佢嘅訪問視頻俾 TVB 自家節目東張西望剪成5秒片段，但袁偉豪斷崖式衰老呢個話題卻衝上咗熱搜。專業嘅部分冇人理，八卦嘅部分就俾人無限放大。呢就係袁偉豪後期喺 TVB 嘅真實處境。第6章，張寶儀疑似懷3胎，追女之路牽動全網。時間返去2026年8月19日七夕節，袁偉豪同張寶儀曬出一組全新嘅家庭寫真。相入面，袁偉豪著杏色西裝，張寶儀著白色長裙，大仔圓咕碌就快3歲，對住鏡頭已經好似得擺姿勢，不時做出搞怪表情。細仔圓氹氹舊年11月先出世，仲未夠1歲，大部分時間都俾阿爸阿媽抱住。但所有人嘅目光都集中喺張寶儀嘅腹部，微微隆起，同懷孕嘅身形極度相似。網友們即刻沸騰，係咪懷3胎啦？終於要追到個女啦？呢個猜測之所以轉得咁快，係因為兩夫妻過去確實公開講過追女嘅問題。張寶儀懷第2胎嘅時候，一直冇提前公開 BB 嘅性別，直到2025年11月細仔出世，外界先知道又係仔。袁偉豪嗰陣俾人問到會唔會繼續追女，佢冇講死，只係話一切隨緣。張寶儀亦曾經透露，知道丈夫心入面仍然希望有個女，所以兩夫妻暫時冇正式封肚。不過佢都強調，再懷孕就隨緣，冇公布具體嘅第3胎計劃。更加令人印象深刻嘅係，袁偉豪曾經放話，如果真係生咗女，佢就去結紮。呢句說話入面有對妻子嘅體貼，有對家庭規模嘅最終打算，甚至有少少完成任務嘅決絕。而家如果張寶儀真係懷咗第3胎，咁呢個追女夢終於有機會實現。但問題嚟啦，以袁偉豪而家嘅經濟狀況，養3個細路真係頂得住嗎？第7章，靠岳父養，真相遠比你諗嘅複雜。靠岳父養呢個講法喺網上流傳好耐，但事實真係咁樣嗎？先講張寶儀嘅家世，佢阿爸張黃黃係香港有名嘅底褲大王，主要生產男裝內衣褲。據傳佢喺香港有7間物業，寶貝女兒結婚嘅時候仲幫小兩口買咗分房。張寶儀作為家中長女，下面仲有一個細妹同細佬，細個就家境優渥。而袁偉豪呢邊家境就普通好多，佢係草根出身，26歲先透過香港先生入娛樂圈，一路捱到而家。呢種巨大嘅家境差距，注定呢段婚姻由一開始就伴隨住好多爭議。但據知情人士透露，雖然岳父確實資助咗分房嘅首付，但月供都係兩夫妻自己還。袁偉豪唔係外界諗嘅躺平富二代。2026年初，袁偉豪獲得 TVB 批准，接拍咗馬來西亞同香港合拍嘅警匪動作電影《Black Ops》。佢喺電影發佈會上坦言，今次出去工作就係為咗賺錢養家。俾人問到片酬，佢用夠食2個字輕輕帶過。與此同時，張寶儀轉型做網工直播帶貨，收入唔錯。袁偉豪反而變成留喺屋企湊仔，做專職司機接老婆放工嘅家庭主夫。一個曾經嘅 TVB 一線小生，而家要靠接拍海外電影維持生計，靠老婆直播帶貨補貼家用。呢種角色互換，令食軟飯嘅標籤再次俾人拎出來炒作。但袁偉豪喺2026年8月嘅一次訪談入面，回應得異常坦然。俾人問到唔使做嘢嘅傳言，佢只係哈哈一笑，現實裏都係要做啲嘢維持生活，冇嬲，冇辯解，
只係輕輕講咗句實話。第8章，出路喺邊度？袁偉豪嘅未來變成一個好大嘅問號。據劇組知情人士透露，袁偉豪正喺度悄悄轉型。過去1年，佢將觸覺伸去音樂領域，仲喺內地開咗音樂會，據說反響唔錯。更加令人意外嘅係，佢仲表示考慮轉型幕後，邊學邊做。有經紀人透露，張寶兒家族人脈好廣，如果願意幫手牽線，跳槽去 Viu 或者北上發展都有可能。Viu 而家正好缺熟男演員，而內地綜藝最中意邀請呢啲港劇熟臉。但亦有人認為，袁偉豪最大嘅失誤係以為坦白可以換來同情，但娛樂圈只睇利益。一位公關總監直言，佢最大嘅錯係公開抱怨東家。喺 TVB 呢種地方，看破唔講破先係生存之道。2026年8月，袁偉豪已經45歲。喺呢個年紀，好多 TVB 男演員一係捱成甘草演員，一係乾脆退圈。對比內地娛樂圈，40歲嘅秦昊可以靠隱秘的角落返工，43歲嘅張譯仍然係電影圈嘅搶手貨。港劇黃金時代造就嘅流水線小生模式，係咪已經跟不上時代啦？袁偉豪喺訪談入面講咗一句說話，聽完令人五味雜陳。每個藝人都會經歷唔同階段，我而家要做嘅就係將自己變成一塊更好嘅棋子。將自己變成更好嘅棋子，呢句說話入面有幾多不甘，又有幾多無奈？